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榮啊。今次為大家帶嚟嘅係別對每件事情都有反應。喺而家資訊爆炸嘅媒體時代，每個人每一日都接觸大量刺激嘅信息，有社會事件啊、名人八卦或者一啲衝突嘅言論。點解咁多人會對同自己冇直接關係嘅事產生強烈嘅情緒反應呢？甚至陷入咗無止境嘅網戰。你又有冇曾經係咁？咁作者呢本書啦，別對每件事情都有反應，源自於日本禪學嘅概念，強調情緒篩選同埋心理界限嘅重要性。喺心理學上面稱之為情緒調節同埋選擇性參與。講返我哋應該有意識咁樣去決定邊一啲事值得投入能量，而唔係被動地俾外界嘅刺激所干擾。咁喺裏面講述緊嘅嘢係真正嘅平靜，唔係對每件事情都漠不關心，而係有智慧地去選擇自己嘅戰場。好多時候太大嘅反應會消耗我哋內心嘅資源，就好似有真正重要價值嘅嘢俾人冚咗一塊面紗咁樣。學識適量嘅抽離，反而能夠睇清事實嘅本質，做出更有意義嘅回應。今次講嘅個案係關於一位中學老師，原本生活上面好充實，自從加入咗好多社交群組之後，佢就開始對社會嘅議題產生強烈嘅反應。每一個具有爭議性嘅新聞，都令到佢忍唔住去留言。睇到一啲同佢觀點唔一樣嘅回覆，佢都會長篇大論咁樣去辯駁。甚至為咗一啲言論，去同一啲陌生嘅網友講足成晚。3個月之後，中學老師佢嘅精神出現咗疲態，教學嘅品質亦都下降咗，同屋企人嘅相處充滿住好多嘅煩躁。直到有一日，因為睇咗一個網上嘅名言論，令到佢喺課堂上面分咗心，冇能夠及時咁樣注意到學生之間嘅衝突，導致咗一名學生受傷。呢件事令到佢醒咗，佢開始實踐數碼斷食，每一日起身就問一問自己，今日真正重要嘅事情係啲咩？設定每一日淨係睇2次社交群組，而且參與返同教育有相關意義嘅話題。而家佢學識咗點樣去區分兩樣嘢，分別係需要關注嘅事，同埋只需要知道嘅事。當佢發現到有啲事情淨係需要知道，就純粹了解過就完啦，唔再投入呢個問題，唔再喺入邊作出回應。1年之後，中學老師唔單止對教學恢復返活力，仲成功咁樣推動校園反霸凌嘅計劃。呢個係佢節省咗情緒能量之後，真正做出能夠改變嘅領域。呢個個案帶俾我哋嘅嘢，情緒係有限嘅資源，需要投放喺真正重要事物嘅上面，就好似時間同金錢咁樣。遇到事，好多時候都會受到情緒嘅驅動作出反應。如果盡量做到經過思考先回應，就更加之能夠創造改變。深入關注翻我哋經常會面對到嘅事物，比起輕量咁樣去關注每一件事，嚟得更加之有意義。最後總結翻，喺而家過度連結嘅世代，唔好對每件事都有反應。呢個並唔係冷漠嘅藉口，而係一種深刻嘅自我認識同埋資源管理。呢個需要我哋區分翻我哋自己嘅事、其他人嘅事、社會上面嘅事，識別翻邊一啲議題係同自己自身價值有關。練習喺作出反應之前停一停，問一問自己，呢件事係咪值得消耗我哋今日嘅情緒？真正嘅影響力嚟自於深度，並唔係表面。勵志建設性嘅行動，而唔係情緒上面嘅反應。
我哋學識守護自己嘅內在空間，喺面對真正重要嘅事情上面，先至能夠保留清晰嘅思維同埋充足嘅情感。今次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